大家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iss Can 做手工。喺做手工之前，大家記得按讚、按訂閱同埋追蹤追蹤我哋。OK。阿 K 啊，就快到新年啦喎，你佈置好個課室未啊？都差唔多啦。我呢啱啱整咗一個新嘅裝飾品俾你睇下。噔噔，哇，好靚喎，我都想要啊！不如呢，你做多幾個俾我啊！嘿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整呢一個年年有餘啦！好啊！我哋要用到嘅材料同埋工具有手工紙、手工紙、馬卡筆、馬卡筆、紙巾筒、紙巾筒、繩子、繩、雙面膠紙、雙面膠紙、膠剪、膠剪、漿糊筆漿糊筆、同埋釘書機。釘書機。喺手工紙上畫上魚鱗，搽上漿糊筆，貼到紙巾筒上，剪去多餘嘅部分，用白紙畫上魚眼，剪下備用。將手工紙對接，攞起其中一邊，大概接出1厘米。沿住邊緣反覆摺疊，最後對接，製作成扇形。用同樣嘅方法製作3個，將2個扇形剪開，其中一邊放到中間，用釘書機固定。喺紙巾筒嘅底部貼上雙面膠，固定魚尾。攞出另外2邊，摺起開口，然後以雙面膠紙固定到魚身嘅2邊。最後貼上魚眼，用釘書機固定條繩，完成。新年呢係我最鍾意嘅節日，因為呢有濃厚嘅節日氣氛。係啊，家長同小朋友呢，除咗喺屋企做手工之外，都可以出去參加節日活動，例如年宵市集、花車巡遊、放煙花等等，感受一下節日氣氛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！
下下星期五準準時時6 6點點鐘 Kiss Kiss Can Can 見，拜拜。